前来才管他从政府做几年级的辰光，你学堂里组织一搭来课外活动，上半天上音乐课，侬什么阿妹嘛讲长呀？结果你个13点班主任放学后面就蹲辣屋里向猜10遍中学生素质。我谁知分类啊？所以我从来分进去的。你也请我进去了，现在？请进去。哎哟，40块。啊，40块没40块。再吧，差高2块我就不进去。一桶钞票侬记得了不得了？我不记得呀，退休工资3天3打2万币。你来私人门去白相，是我抽你的地方。侬晓得不啦？我寻见一个比我大13岁个男人，结果你要让副东西，还去那女的死了，你阿不到我这个隔壁。搿是视频冇拍的。啥地方怕？我谁也怕。你的呢？再坐了我抽你个块啥的伊朗向。谁是挨着上头过红灯笼的地方？蹲辣搿只角落头里做嘞。拉拉小手，亲亲小嘴。我搿个抽你，今年70，侬呢73。哎，是个我当时光搞不住你们。现在正头旁边是还一个大难差不多年纪的老头子。回过头来想想，你爷娘是真的英明高，幸亏都把你都切脱。